等一下！你们两个为什么要一直欺负我？我是保育类动物，我叫黑面琵鹭，莫名其妙！妈咪，不该！好，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啊，有了，请你吃栗子。哎呀！阿甲！我怎么又上当了？哎呀，气死我了！哇哦，好多人呢！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嘿嘿，太棒了！哦，欢迎大家来观赏今天晚上的表演。我是一只小鸟，而且是一种叫做黑面琵鹭的小鸟，所以大家都叫我小鸟。谢谢大家。换我是一只松鼠，而且是有一条很大尾巴的松鼠，所以大家都叫我松鼠。谢谢大家。葵锥石啊，他的意思是说他是一只方口狮，所以大家都叫他一只狮。哎，我们三个都是童话岛的好朋友，所以大家都叫我们小鸟、松鼠、一只狮。闽南语就是叫啊、碰气、一架塞，客家话是屌碰迷醋、一条线。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准备好看表演了吗？好，那现在我们从1数到5，表演就开始喽！等一下，屌你忘记了，今天大家来看的是最特别的客家儿童音乐剧当然要用最特别的客家话来数啊。那有什么问题？那现在我们用客家话从1数到5，来，1、2、3、4、2，拍手，看表演喽！呜呼！哥哥来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来到童话岛啦！欢迎来到童话岛。啊，错噶，我是村长。他是村长。啊，嘿，安尼啦哈，因为啊，人童话岛吼，长久无落雨的啦。很久都没有下雨喽。错噶，古时人大山，爱请天公伯来保佑啊！所以呀、要请老天爷来保佑。错噶。村长啊，要拜神而有嘅东西，我已经准备好了。拜拜的东西我准备好了。请好，请好啊！村长。啊。唔望哦，天公伯会保佑，唔过也系天公伯含漏水的话。如果老天爷还不下雨的话，你该乡亲呐，我们乡亲不必等到2012年就会先世界末日了。啊，错啦，古手，家去准备啦，家去啦哈！大家赶快去准备，谁做呀？嘿，村长，谁做啊？谁做诶？村长，挨闷呐，唔知呀报嘅，有落雨嘅消息冇啊？村长，村长，那种有落雨也冇落雨的小问题这种有没有下雨的小问题不必问他啦，问我们2个就可以嘞。就黑咩？伊呀就会往太在变做往西在啊。每次气象就报不准啊，还要问俺的比较准。就是咩。一两三四，日公公，日头狗狗挂天上。日光光，月光光，太阳高高挂天上。李锵锵，水锵锵，大家伙都会不口。河光光，水光光，大家渴得快发狂。根本唔会落乜嘅雨，根本不会下什么雨。根本唔会落乜嘅雨。太假就地和自己来讲，大家都知道，还要他来讲。哎呀，冇安尼啦，大家都强中嘅人讲法冇安尼啦。古手要拜呀呛神所有的这个传统习俗啊，种下老几掉出来，连公演张以为帮了，蛮黑啊哈。放龙，村长啊，呀哈崩嘛个量都冇好的啦。要解决缺水的问题，只能靠一种东西。乜嘅东西啊？什么东西？你卖东西啊？俺们唔知呢。金皮呢？他不知道呢。风采。台风。小心买台风我小蜜蜂好不好？小心它回去会咬你赶快回家汪汪汪！好了，冇讲诶，家去准备啊！是啊，爸公爸头冇吃鸡冇吃牛，最早阿伯抢皮婆，煮弄了抢羊头，爱死唔就是，唔是那样无奈何。哦，懂好啊！村长啊，我们知道桐花岛为什么不下雨了？用嘅啊！合体。
等一下，妈给老师吃青椒，青椒吃老师啊，起来！哎呀，你要调声音哦，读书唔读书，你哋咩鬼咩怪，真讲唔通话哦，咬人家作秀出来啊！哎，叫乜解呢？莫叫！哎。一条丝，快点，我唱歌给你听。嘿，晴天、阴天或是下雨天，我的爸爸黄小嘴气象报得最准确。春天、夏天或是秋冬天，一年四季多变化，气象预告全靠它。当当当当当当 ，Yes，Give me five， 呜呼！唱歌进步了，谢谢你。你们看，傻低谷哎。嗨。小嘴变老鼠，生了一个阿弟姑。谁嘴变老鼠呀，穷了一对阿弟姑。你们在说什么？不要乱讲哦。哎，本来就是嘛。你阿爸黄小嘴，每次报气象都报不准，越报越心虚。哼！对，从黄大嘴啊变成了黄小嘴，嘴巴变得比老鼠还要小了。对，小嘴变老鼠，生了一个阿弟姑。喂，你笑什么笑？再说一次试试看啊！记公嘛该？他叫你再说一次。哦，小嘴变老鼠，生了一个阿弟姑。谁嘴变老鼠呀？丢了一对阿弟姑。喂，我叫你再说一遍，你说那么多遍干嘛你？阿弟姑打人了！还有你们，别跑！小嘴变老鼠，别跑！哎呦！阿弟姑啊，你这么干？啊？是他们先惹我的。人家惹你就都得打人啊哈！他们惹我，我就要揍他们了。哦，他们惹你就会揍他们。妈妈平常时因为搞你呀，你这小孩因为一条丝，这我哈，哇，够了，这我可以啊！你要生你的，马个东西啊！阿爸，你要生你的，老来高了！干嘛？阿弟姑，哎呦喂呀！哎，骂开事情呐，懂得按到你面前大声眼，坏看胸不好看呐。按到你看样样的啦，我老唔讲哦，你这个小孩啊吼，迄讲啊呀哈唔高记，等其他的悠呀哦，游手好闲嘅时节，我就看样个散啊。阿弟姑，我唔爱看你地府卡好好读书，你杀出来搞呢？阿爸，阿妹，今天是村子里面的大拜拜，我想要出来看热闹啊。哦，好搞。个拜呀吼，很太人的事情啦。你们小朋友哦，去看书就好诶啦。冇听人讲咩？个柚子唔读书哦，唔当血肉太足啦。游子不读书，不如养大猪。阿妹，猪真的超好命的，不是吃就是睡，有什么不好啊？我要不想要生你的安尼啊？你要去人家说该哦，不读书有眼无珠啦。有眼无珠，那就打动你的，打动你变乖鼻子。哎，好，莫打啦！等下一下就会拜呀，莫用啥？你们两个来帮我的忙，来，压本。哎，拿去，来，两个来帮我忙哦，呀，全部都在小台喽。乖死的啦！来，爸，这些要烧啊？这又不是金纸，是废纸，干嘛烧啊？因为啊，我们要尊敬文字啊。啊？尊敬文字？错啊！哎，来，呀，小台，来这边烧，要小心一点哦。好，听听的哦。一。
看这个烧出来的烟，有没有像一个一个连在一起的文字啊？阿爸，你是说这个烟像文字啊？哇塞，这样你也看得出来哦，你好厉害哦！哎，爸爸，那我也来烧烧看，看我可以烧出什么其他的形状。好啊，试试看。咦，好搞。来，阿迪姑，阿爸来跟你讲一个小故事哦。好啊。很久很久以前呐，人家肉柱公，我们的客家祖先，因为环境到处搬来搬去，日子过得咚酷，很辛苦哦。哦，嘿呀，古手啊，就有人笑我们客家人啊，懂啊菜，很小气呀。其实哦，客家人还最太棒哎，嘿，你反境苦，环境好苦啊。古手啊，人家哦哟，都要靠上点位，要节俭。哦，原来是这样啊。大家为了能够让生活过得好一点呢，所以只能靠读书、考试，才能换到更好的工作啊，才有机会翻身。各位呢，该人汉人呐，为了要感谢文字，让我们改变生活，各位较好的喂。嘿，个所有哦，写过字个字吼，都做唔得乱得无？我呀，拿到呀金丝婷，拿到金丝婷的手。哦，迪某啊，所以啊，为了要代表我们尊敬文字，只要是有写过字的纸，绝对都不能乱丢，一定要拿到这个金字亭来烧。交给交给我来烧。唉，说也可惜啦，我们客家人客家人啊，有懂得很多好的传统，要是没有好好保存下去的话，迟早会被大家遗忘。像这个阿弟姑啊，烧制纸的习俗不是只有好玩而已哦。阿爸希望你能够好好读书，将来有一天才能够出人头地，出人头地，最后才能够美梦成真啊！美梦成真。所以啊，读书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你知道了没有啊？嘿呀，阿弟姑啊，姑说妈妈哈，阿弟姑啊，哎，你又衰退了呀？怎么又睡着了呢？起来，红起来。哎呀，你还骂个天呐？什么味道啊？哪有嘛个鲜呢？个烧呀自己嘛，当然冇有鲜呐。唔错哦，不是哦，当冲嘅主创出货时候咧，主宠出货，大肠烧焦。哪个主宠超勇士？我的姜丝炒大肠了。哎，你要用字也很用的哈。个大肠烧焦做嘛，唔靠做对人来讲呢，去到个电嘛个吹棒啊，根本唔会做嘛个东西怎我你讲啊？猪头！哎呦阿妹哦，根本不会生马干呢。猪头，哎呦，阿弟姑啊，你还没老你讲安多，你有听到吗？有啦，就阿梅说啊，他的猪肠烧焦啦。什么猪肠烧焦了啊？阿弟姑，阿爸阿妹是希望你能够好好读书，将来才可以把这些好的传统传本也给来啊。来呀，爸，你为什么要传给李子，不传给你儿子啊？来就是儿子的意思啊。还不都一样？什么都一样啊。平常时还没好好读书音哦，叫你讲一句客家话也学不会。阿爸手啊，就唔安呢，要怎么传给你的儿子呢？拜托，爸，我又不一定会生儿子。而且你们大人真的很奇怪，也有够厉害，什么事都可以扯到叫小孩子要认真读书，书读得好才是你们心目中的好孩子。考试要考100分，你们才会更爱我，更关心我吗？阿爸黑味都很好，为了你好啊。哪有？你看妈妈根本只关心我考试有没有考100分，功课有没有做完，这跟我要的关心根本就不一样啊！
全世界做阿爸阿妹人都穷用啦。不一样，某穷用，真的不一样啦。某穷用，某穷用，我要的关系不是这样，不是期盼，不是希望，而是一个温暖的背膀，让我依，让我靠，让我像你心中的宝，给我亲，给我抱，给我的爱和天一样高。爸爸当然爱你啊。是吗？好，那我问你，当我跌倒的时候，你会怎么说？不哭不哭，我的小孩，自己勇敢爬起来。对，就是这样，自己爬起来，自己爬起来，这就是你的关爱。为何不亲手扶我起来，让我感受到你的爱？那可以训练，怎么夹胎啊？阿爸，我是你的儿子耶，儿子是拿来爱，不是拿来训练的。我也喊训练，莫讲第二胎，我用的老人比，你知吗？唔会被人笑，会被人家笑的。我现在就已经被人家笑了，人家笑我爸爸气象报不准，笑你的嘴巴越爆越小，像老鼠，才会生出我这个阿弟姑。莫讲诶！阿弟姑，对不起，对不起。都一样，都一样，爸妈的关系都是一样。愿你快乐，盼你健康，我永远最爱的小心肝。我按你做，都太错也唔错，会不会对他太严了？笑容迷人真难忘，美丽似射无人能挡，飞上枝头变凤凰，她是我的小女孩。Honey, honey, honey, honey， 宝莉呀小宝莉，充满爱心又有活力。宝莉呀小宝莉，温柔体贴善解人意。10年前的今天，妈妈躺在医院，爸爸吃着小味鲜，姐姐荡着秋千，我傻傻盯着窗外，数着落叶一片片。30分钟后，医生收工，抱着宝莉冲出门外，记起来要攻。他脸上红澄澄，我脑袋空空空，想着未来日子难过，有人跟我争宠。10年后的今天，妈妈美若天仙，爸爸已经戒烟，姐姐有了50件，我唱着歌声祝福宝莉有个美好的明天。
特别的日子，祝福你。宝莉宝莉小宝莉，生日快乐，永远开开心心。宝莉，生日快乐！耶！谢谢大家。哇！宝莉，这是宝姐送给你的生日礼物，生日快乐！哇，好棒哦！谢谢宝姐。等一下，宝莉，今天是你的生日，宝哥我准备了5段表演。Happy birthday， 只需要1段，送给你哦。宝哥，人生舞团。Come on！ 大家要祝宝莉生日快乐，要一起嗨呀！1、2、3，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来看对流英雄舞台，他们会唱啊，他们会跳，动感迷人有活力。宝莉宝莉小宝莉，今天生日我们 party， 宝哥祝你青春美丽，我们永远最爱你。对流云生是我的好伙伴，对流云生 crazy all the night， 对流云生是我的好伙伴。That's all night。对流云生是我的好伙伴，对流云生 crazy all night。对流云生，对流云生 that's all night。女孩子家不要这样大声嚷嚷着，妈妈早就帮你准备好了，在这儿呢。啊！哇，好漂亮哦！不过妈妈，这个是什么啊？哦，这可是妈妈年轻的时候通过成年礼的礼物。成年礼？没错，就是成年礼。成年礼呀，就是我们台风家族自古以来的传统。只有通过成年礼的考验，这样你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台风哦。这个意思是说我也要去。我不要，我不要成年礼，我不想要长大，我要永远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哎呀，宝莉，不要撒娇了，你不是常常跟妈妈说吗？想要赶快长大，跟哥哥姐姐一样，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拿着，现在通过这个考验，就是可以完成心愿的时候了。没错，宝莉，我们可都是通过考验的哦。可是我会害怕。哎呀，宝莉！哎呀，宝莉！不过啊，是去岛上，吹吹，有什么好怕的呢？对呀，宝莉，让宝哥教你通过成年礼的3个重点。第一，不要害怕；第二，不要害怕；第三，不要害怕。宝哥，哎呀，爸爸那时候这样告诉你的吗？宝莉，爸爸教你，
通过成年礼其实只有一个重点，就是莫惊不要害怕。爸爸，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哎呦，说过了是不是？宝莉，你只要记得，我们是最勇敢的台风就是了。真的是这样吗？好吧，那妈妈，我要去哪里通过成年礼呢？哦，那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那里不对，是那里不是，是那里。哎呀，宝妈不是去过桐花岛，怎么会不知道在哪里啊？我是去过桐花岛啊，不过宝爸，你不是也去过吗？你还问我在哪里？宝姐，告诉你妈桐花岛在哪？宝哥有没有听到？宝宝在问你桐花岛在哪里呀？在哪里？桐花岛就在。哎呦，你们大家不是都去过桐花岛了吗？那桐花岛到底在哪里呀？到底在哪里啊？在没关系，我们来问问大家，桐花岛到底在哪里？队列出团 ，Let's go！ 这个到底在哪里呀？哎呀，之前去过，怎么会忘记嘞？桐花岛在哪里啊？宝妈，不是啊，上次卫星导航被拿去了，就没拿回来过啦。才怪，是你自己弄丢了还怪我。这样子吧，我们去底下问问这些大朋友小朋友，桐花岛到底在哪里？好吧。桐花岛在哪里呀？大家有桐花岛到底在哪里呀？在哪里？告诉我好不好？长得好漂亮啊！小朋友在哪里？边呢？穿着红色跟我们家宝莉一样。你知道桐花岛在哪？在那边。爸爸，在哪里呀？错的啦。桐花岛在哪？宝宝要回答是不是？一定要回答。在前面啊！好棒的答案，我来跟宝莉讲。在哪里啊？在前面，宝宝说在前面。你说，在台湾呐？说没说？在这边呐，好聪明嘛！我用家宝莉都要聪明。宝姐在楼上啊。去那边了，给我看。
好厉害啊！好猛劲哦！哇，很厉害啊！哦，来，轮班牙的，啊，很厉害啊！我要弄的啊，厉害啊，有呀！拜好再吃啊！啊，先拜啊！好啦，来几号停拜了哦？好，好啦哈。田公伯啊，今日下同花岛所有嘅老百姓做到呀，望田公伯通下那一条。嘿，安尼啦哈，同花岛的大水潭哦就要见底啦，再唔落去哦，你咧就会过唔下去啦。故说天本人挨带的贵重嘅人，望田公伯有脸有相，不挨一条，该地入管，拜托拜托。嘿，各位乡亲，大家听我讲哦，好消息，好消息，有一只风财做来咧，佢嘅名按到玻璃，玻璃，错啊！大家还记得西藏台风财吗？宝爸、宝妈、宝哥、宝姐是个强大的台风，他们是同一个台风家族的哦。玻璃系其一条青色嘅妹耶。哦，村长，要风水最好，头脑快点，头脑快点起哦。要风财来，你有没有好消息呢？就是嘛，村长。这台风来吼，怎么会是好消息呢？台风来的时候会给我们带来大量的雨水，所以桐花岛就不会缺水了。所以台风来当然是好消息呀。抽啦！大家听我说，虽然它现在只是一个轻度台风，但是行嘅路线系冇变呢。过2年、过2天就有80%的机会会来到我们桐花岛的。8成，那也有2成唔会来啊。我看是有2成会来，8成就不会来哟。会来啦，唔会来啊，冇安尼啦啊！细嘴同大家共用，望风财做得带来积水，兼会青菜煲啦。係，挨先河也喺田公伯，躺到人嘅花，送本人嘅福氣啦。哎呀，各位鄉親啊！挨結天咧，係講玻璃風采哦，當陣來啊，需要帶定來，挨去落桐花島最正規嘅神父法官送本期啦。啊，錯㗎，還有啊，等一下哦，拜好誒，睇下咩去進去做好風采準備呢啊！好，來，睇下嚟監察田公伯啊！監察，田公要拜啊！好，大家来继续拜神，继续来再庆祝一下啦！来！阿弟姑呢？阿弟姑啊！阿弟姑，好多老人呢！好啦哈！嘿嘴啊，玻璃風采攞來有樣冇啊？會來，清楚會來嘅。好啦，我相信啊！大家同花島係攞機嘅，公爸，拜託，玻璃，你聽我來哦。死咗嘅啊！有看到阿弟姑冇啊？哈？冇看到啊。冇看到啊！哎呦，我滿那次到處都找不到他呢。冇看到。係啊。我只有去奈呢。哎呦。我用嘅殺啦。跟而家還要講颱風要來，風財不來嘅，幾點我飛我都tìm唔到，用得晒我。沒有票請過嗎？廟前面哦，哎呦，還沒有呢。殺去請啦！哎呦，好啦，下地姑，下地姑啊，風財不來嘅下地姑。玻璃，
我们开始台风的飞行练习喽。好。来，跟着我这样做。看到没有，宝莉？我们和小鸟不一样，一定要不停的旋转，才可以把四周围的空气聚集在一起，成为我们的力量哦。来，我们继续练习。好，旋转，哎呦呀！宝莉，你有没有怎样啊？宝莉，好痛哦！你有没有怎样？你哪里痛？哥哥，我可不可以不要练习了？哎呀，到底是会教还是不会教啊？哈！宝姐，看我的！哇哦，姐，你好厉害哦！那还用说？结果，姐，你那么厉害，那我问你哦，你以前去成年礼的时候会不会害怕？成年礼啊，那是当然会的。可是啊，我只要一想到可以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哇，我心里就觉得真开心的烦。好好哦。哥，那你呢？你一定都不怕，因为你是宇宙无敌、世界第一、超级帅气的宝哥。我当然不会害怕，我是宇宙无敌、超级世界帅气的宝哥，怎么会害怕呢？啊哈！最好你都不会害怕。妈妈。妹妹，不要听你哥哥乱讲。如果他真的都不害怕的话，那时候妈妈每天早上是帮谁去晒棉被？我妈，你干嘛把我以前尿床的事情讲出来了？哎呦，自己做的事情就自己承认嘛。尿床啦！那等一下，妈妈啊，不对啊，既然姐姐会怕，哥哥会怕，我也很害怕。那为什么还是一定要去成年礼呢？因为宝莉，因为那是一个给你通过考验的机会啊！爸爸，通过考验，你就能够克服恐惧哦。可是要是没有通过呢？如果没有通过考验的话，没关系，你就1次、2次、3次，直到你成功挑战为止。没错，宝莉，我们是台风耶。如果登陆成功的话，会带给岛上充分的雨量哦。可是也会给岛上带来很多灾害啊！哎呀，宝莉，童话岛的居民是很勇敢的，遇到我们一点都不惊慌，还会通力合作解决问题。对呀，我去过童话岛之后，也有这样的感动。是啊，宝莉，连童话岛的居民都不怕我们，你一定要勇敢面对你的挑战。好，宝莉，你是爸爸的心肝宝贝，但是总有一天，爸爸会离开你。你不要走，你不要走。所以你快点长大，我和妈妈才会放心。不过宝莉，你只要记得，我们都是爱你的。我也是，我也是。姐爱你。我最怕这种场面了。啊！宝莉，我也爱你哦。我也爱你们。
那我一定要好好完成任务，然后平安回来。好，那现在就应该是要教你讲客家话的时候喽。啊，客家话？对呀，因为桐花岛上的居民都讲哈嘎发。啊，宝莉，客家话其实很可爱哦。客家话，客家话，流传千年有文化。有桐花，有桐花，纯白泪满枝啊。嫩嫩的麻糬，润润的翅膀，入口即化呀，好夹好夹。妹妹安酱油小姐你好漂亮，要不要做我的新娘？俺自say是谢谢你，也有人说什么你撞到你呀，你别生气。对不起，是失礼失礼。呵呵笑呀笑呵呵，我们一起冲三公。有桐花开满山下，开开传承好文化。一年四季茶漂流，一年如海下家走。可爱的客家话，讲讲给好高棒，说唱歌都好听，让人会爱上它。可爱的客家话，讲讲给好高棒，让人一听就爱上它，深深地爱上它。嘿，可爱的客家话，讲讲给好高棒，说唱歌都好听，让人会爱上它。可爱的客家话，讲讲给好高棒，让人一听就爱上它，深深地爱上它。宝莉，客家话很可爱吧？对呀。跟着爸爸再唱一遍。客家话，哈哈哈，流传千年有文化。有桐花，有桐花，纯白泪满枝啊。嫩嫩的麻糬，润润的翅膀，入口即化呀，好夹好夹。妹妹安酱油小姐你好漂亮，要不要做我的新娘？俺自say是谢谢你，也有人说什么你撞到你呀，你别生气。对不起，是失礼失礼。呵呵笑呀笑呵呵，我们一起冲三公。有桐花开满山下，开开传承好文化。一年四季茶漂流，一年如海下家走。嘿，可爱的客家话，讲讲给好高棒，说唱歌都好听，让人会爱上它。可爱的客家话，讲讲给好高棒，让人一听就爱上它，深深地爱上它。可爱的客家话，讲讲给好高棒，说的唱的都好听呀，让人会爱上它。可爱的客家话，讲讲给好高棒，让人一听就爱上它，深深地爱上它。
客家人其实最特别的是，他们遇到问题不会轻易退缩，勇敢面对的坚强精神。没错，宝莉，所以你去桐花岛一定要非常的勇敢哦。好，那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他们勇敢坚强的精神。那爸爸妈妈，我要准备飞去桐花岛进行成年礼喽。看我宝莉万事小心啊！好。哇宝莉加油！哇，妈妈，你看，我飞起来了，我飞起来了！宝莉，你要小心哦。好，我会。那妈妈，我现在就出发去桐花岛进行成年礼喽。等我回来，换我告诉你们我精彩的故事哦。妈妈，爸爸，哥哥姐姐，拜拜喽！宝莉，拜拜！别忘了，月亮云餐也会帮你加油打气哦。好，拜拜。怎么会这样啊？为什么？为什么爸爸他要对我那么严格呢？我只不过想要他多关心我，多爱我一点啊。一条石，是不是要我消失不见，爸爸他们才会更爱我，更关心我啊？喂，你不要用啦，衣服都被你用脏了啦，讨厌！喂，你不要跑，这个臭雕哎！啊！吧嗒吧嗒吧嗒，别想抓到我！吧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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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我抓到了后，看我的碰气火箭！哎，发射！你不要躲我这里了！啊！我被攻击啦！没得没得！啊！屌啊！他撞到的是我哎，还有你们两个，不要每次一见面就吵架好不好？很烦哎！走开！阿丁古看起来心情好像不太好哎。我去问问看。OK。阿丁古 ，Excuse me, you why not happy？ 你才 not happy 嘞！Thank you。他心情不好。娃娃娃娃。吧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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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咻，king 空砰噗吧！哎呦喂！哎呀！歹势哈！哎呦，借问一个，
你是甲啥人冤家啊？还家，嗯哼，全岛啊，就你们两个最会还家，还我。跟别人吵架，再换我去。干嘛啦？当然，装什么可爱？我不想看到你啦。哎呀，哎呦，哎呀，今晚茶特别起，出门进来茶。空腔打没错啊！刚刚鬼掉嘞！停！你们两个不要在大朋友小朋友面前说他们听不懂的话，没礼貌。哎呦，屌哎！我是跟他说，你已经连续尿床1个礼拜了。我说你还会继续尿下去啊！我还说关你们什么事？跟爸爸吵架。哎呀，阿迪姑啊，你爸爸因为桐花岛最近都不下雨，心情不好，你要体谅他呀。对啊，对啊，大家都笑你爸爸气象越办越不准，才从黄大嘴变成黄小嘴。黄秘书，不要乱说话。最后一个阿迪姑，不要再讲了。啊，好了，哎呀，阿迪姑啊，你别听他乱说啊。虽然桐花岛的人呐都不相信你爸爸，可是呢，你一定要相信他哦。屌哎，我当然相信他。不过我们之间的问题，你们不会懂啊。没关系，我懂啊。你懂什么？我懂了，你又不懂。那你说说看啊。哎呦，说了你也不会懂啦。你不说我怎么会懂啊？每次都不懂。你说呀，你说嘛。不要再吵了，行不行？哎呦，阿迪姑每次都是刁哎，他先跟我吵的哦。那你就不要跟他计较。明明是你先跟我吵的哦。先跟我吵，不要吵，我会跟你吵啊！你们两个不要再吵了。好像有地震哎。有地头，赶快躲起来！哎呀，赶快躲到坚固的地方。坚固的。哎，194好像发现什么了耶！真的？鼠，天上鼠掉下来，鼠，大朵棉花糖。棉花糖，太好了，我最爱吃棉花糖了，我要来吃棉花糖了。我的屁股！好，屁股啊！啪！屁股会说话。有怪物，屁股怪来啦！躲起来！哦，屁股怪，快躲起来，躲起来！你们看，那个屁股怪爬出来了耶！你怎么办？小伟，你去看看。啊，阿迪姑，你去看看。你去看看。鼠。哎呦，你快点去啦！小心一点啊！没事啊，没事。喂，不要玩了！哇！194，194回来！194，赶快回来！过来啊！好了，赶快过来啊！你在干嘛呀？赶快过来啊！危险呐！不是那个啦，你不要再学星星的，回来呀！后面啊！没事吧？194！我的屁股！哇塞，他怎么会这么厉害？我好崇拜你呀！包秘书，不要跳！太厉害了！我知道他一定是风神，大家赶快拜他呀！风神好，风神对不起啊！误会了啦，我不是风神。
歹势。没关系，没关系。哎，有没有怎么样？啊？你去问问他。我？你是什么东西啊？我不是一个东西啦！司礼，你们没事吧？没事，有点痛而已。哦，司礼，大家好，我叫宝莉，我是一个台风哦。啊？台风？你说你是台风，那我不是麦克风啊？那我就是小朋友最爱吃的冰旋风。哎呦，是。哇，它就是龙卷风。台风嘞！好了啦，不要再玩了，我再去问问他。嗨，你好，我叫做阿迪古。你说你是一个台风哦？对啊。如果你是台风，怎么会在这里啊？凤才应该在田荡才对啊！我本来是在天上的啊，可是我飞啊飞啊，飞到一半的时候，不小心就撞到一座好高好大的山，我的外文环流通通都散掉了，所有收集来的水汽也都跑光了，我就觉得头好晕，肚子好饿，一不小心我就掉下来了。你就掉下来了？哎，九四，你回来不要去啦！喂！猴子，这个是什么啊？黑醒点半啦，就是安姑贵哦。以前啊，如果有人家里生儿子，都会做这个醒点饭来叩谢伯公，谢谢伯公，感恩伯公，不客气。谢谢你。不过我们台风不吃这个那你们台风都吃什么呀？吃水呀。我们台风不用吃东西，只要吸取空气中的水，水可以让我们更强壮。哦，好巧啊，屌哎！我们统发豆最近刚好什么都不缺，煮康水听听，就缺水。哈，你们刚刚说缺水？对啊，那我不就再也飞不上天，也回不了家了吗？怎么办？我好想回家哦。这里是哪里？一座陌生的森林，分不清东西，一切都不再熟悉。这里是哪里？我迷失了自己，迷失了自己。又着急，家人祝福，声声喊，希望成功回家乡，成功回家乡，成功回家乡。为什么我的双手无法再用力？总是白费力气，多么希望一飞冲天，飞到白云里，快点回到家里，享受温暖的甜蜜。我想要回家，回到温暖的家。我想要回家。
为什么不接住它？雕等一下哦！当小鸟从天上掉下来的时候，不要马上去碰它，而且要保持空气的流通。然后观察它的状况。咕叽咕叽咕叽，咕叽咕叽咕叽，没反应，出事啦！你要醒醒啊！求求你，拜托啊！我不能没有你，求求你啊！够啦，安静！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飞到那么高的地方过。可不可以让我享受一下这片刻的宁静？时间到，谢谢，我没事啊，吓死人的啦！好好哦，没事，小鸟都还可以飞得又高又远，可是我却再也飞不起来，回不了家了。怎么办？屌我派你去安慰他。哦，我去啊，快去。OK， 没问题，我行的啊，加油！宝莉啊，你听我说啊，你想看看嘛啊？其实呢，像这个母鸡哦，它也是有翅膀，对不对？可是呢，它的翅膀啊，不是用来飞的哦，它的翅膀是用来做好吃的炸鸡翅给小朋友吃的，你说对不对啊？他哭了耶！你在乱说什么啦？我说错话了吗？哎呀！哦，潘维树，换你去，我加油！你去吧。好啦，交给你了。你回来。宝莉，我跟你说，你并不回来啊，回不了家，其实也都没要紧，不要紧，因为你看哦，我啊。还有雕像我们两个也都没有家可以回去嘛，你说对不对啊？对啊。我们没有家。黑面琵鹭怎么可以没有家？天哪！我要一个家。我从来都没有看过人家安慰人，安慰到自己会哭的，不要再哭了啦！我的音乐中，天嗡嗡，地嗡嗡，我加油的号叫拢，路边棍子念三遍，一到水多天开工，天嗡嗡，地嗡嗡。我加油的号叫拢，路边棍子念三遍，一到水多天开工。你怎么会唱我音乐中里面的歌啊？啊？这音乐中是你的啊？是啊。哦，小时候，爸爸他也买过一个一模一样的音乐钟给我哦。不过有一次台风来，把它吹走了，我就再也没有听过这首歌了。台风？难道说宝妈给我的这个音乐钟原本是她的？我记得小时候。我有一次发高烧，爸爸他整夜都陪着我，还跟着音乐中的旋律唱歌给我听呢。哇！不过现在他只会不断的叫我做这个做那个，根本就不管我想要说什么。阿弟姑，
我想那是因为我们的爸爸总是希望我们快快长大，然后勇敢的去面对很多事，这样以后才有能力换我们去照顾他们呢。难道说你想要让你爸爸到了很老的时候还在担心你啊？我当然不想啊。不过他可不可以不要每次一看到我就只会说啊嘀咕，嘿吐俗，读那么多书干嘛？天下的爸爸都是一样的哦。当我们还是小 baby 的时候，他对我们的爱是那么的直接。等到我们长大一点，他就突然害羞起来，不敢大方表达他对我们的爱。你知道是为什么吗？谁知道为什么啊？因为爸爸的爱会转弯哦。啊？爸爸的爱会转弯？对呀，爸爸的爱会转弯，有时候你会错乱，要我们成长，我们茁壮，又怕我们白白胖胖，因为孩子的成长总会跌跌撞撞，一边担心又一边期盼，一颗心忐忑不安。你太瘦，就多吃几餐；你太胖，就少吃几碗；你讨厌，就一刀两断；你喜欢，就全部买单。爸爸的爱会转弯，有时会装模作样，要我们自立，我们自强，又怕我们离开身旁。爸爸的爱会转弯，但目的不会更换，要我们快乐，我们健康，要我们平平安安。爸爸的爱像万灵仙丹，就因为爱会转弯。哇，真的是这样子吗？真的，我跟你说，像啊，爸爸以前呢，总是对我又亲又抱。现在啊，我要去抱俺爸爸还会害羞哎。俺爸爸骂黑，俺爸爸骂嘿嘿，俺爸爸骂嘿嘿嘿，俺爸爸骂，宝丽，谢谢你哦。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爸爸的心情，还跟他吵架，我真的是太不懂事了。你不要理我啦。不会啦，没有关系啊。我想你就想一个方法，好好的回报他，跟他道歉就好啦。回报啊，就是你啊！你要绑架他呀？哦，大哥，我帮帮你。东西掉了啦！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啦，你们听我说哦。如果我要把宝莉带回我们的桐花村，让大家知道台风来了，那么这样大家对爸爸的尊敬就会回来啦。所以我要把宝莉带回我们的桐花村，解决缺水的问题哦。可是阿弟姑，我现在比没了，下不了雨，没有办法带动水汽，根本就下不了雨啊。宝莉，你飞不起来没有关系啊。不过你可以先跟我们一起回桐花村，到时候我们再帮你熊喷发。真的吗？真的，谢谢你们。天啊！哎呦，宝莉，是你。
知道了，干脆这样好了，你们就把我的手绑起来。哦，宝莉，把手绑起来，这样不行啦。没关系，没关系啦。哎呦，我觉得宝莉说的很有道理，我们还是把它绑起来好了。一条数鸡，来吧，绑紧哦。绑好了，这样你们就安全了。好，那现在我们就出发往桐花村走喽。走了，哎，表演你最后一个哎。哎，我会被发的。哎，我也来跟你自我介绍哦，我叫表演。怎么会这样啊？哎呀！呀！哎呀，爸爸，你不要这么紧张嘛！要宝莉出去磨练的是你，现在最紧张的也是你。哎呀，你叫我怎么能够不紧张？宝莉去桐花岛那么多天了，一点消息也没有。以前宝哥、宝姐顶多1、2天就回来了。这次这么多天，叫我怎么能够不紧张？哎呀，爸爸，你又不是不知道，宝哥聪明，宝姐机灵，那宝莉不像他们2个一样，当然需要比较多一点的时间去学习。哦，我瞧你一点都不紧张。宝莉可是我们家的小女儿啊！我怎么会不紧张？我已经叫宝哥、宝姐去找宝莉的下落了。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性。老婆，我爱你。这样说还差不多。但是你知道吗，老公？其实我每天晚上都很紧张，睡不着觉，因为我只要想到我们家宝莉为什么还没回家，而且哥哥姐姐去找她这么多天了都没有消息，我一想到我就好紧张啊！哎呀，你不要紧张啊！你还有我对你的爱嘛？你知道我爱你。妈妈，够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谈情说爱？让我告诉你们，桐花岛所发生的事情。check it out。爱到桐花岛看到西山马斯特，拉宝莉抬起来，不定带到哪里去？谢谢大家，谢谢你们。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念 rap？ 爸爸妈妈，我有看到宝莉本领透江，被人绑架了。难怪今天早上我还接到了一通无人的电话。哎呀，都是我啊！他那时候不想去参加成年礼，我硬逼他去。哎呀！爸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怎么办？我们4个一起出发去桐花岛，把宝莉救回来。走！哎，等一下！难道你忘记了吗？天神有交代，我们不能4个台风一起出去啊！哎呀，还是妈妈厉害，对，提醒了我们天神有交代。但是，请问天神有没有购物袋？什么时候来天神啊？我女儿被人绑架了哎！管他天什么天神，出发去把宝莉救回来。走！哎呀！天神明明就有交代，我们不能4个台风一起出去，这样会惹祸的。可是话说回来，我们家宝莉又不见了，大家一定很着急要去找她，这该怎么办呢？好了，宝妈，我这次下定决心，追随爸爸还有哥哥姐姐的脚步，去救宝莉比较要紧。宝莉，妈妈来叫你啦！快点，宝莉，你快点！我
给你介绍哦，这里就是我们最漂亮的桐花村。我跟你说，这里是我平常睡觉的地方，是我的米臭，还有名臭。这里是我平常尿尿的地方，是我的喷哨。来，宝莉，呜呼，欢迎光临。这里啊是我私人的飞行跑道哦，如果你要使用的话，我可以免费借给你。来，我示范给你看哦。起飞喽！对不起，失灵了。还好没事。树，他在说什么啊？一丢失啊！他是说这边呢是他平常提供给观光客照相的地方。宝莉，今天你也是第一次来，不如我们就来拍张照留念吧。快点！我也要拍。好，快点集合！来，宝莉，看这个哦，1、2、3，耶！哎，我没有露牙齿哎。有想你哈迪姑啊你？哎，拿着。阿爸，哇哦！宝莉，我跟你说，这一位呢就是我的爸爸，他是我们全桐花岛最厉害的气象播报员，而且他播的气象比神枪手还要准哦。很强哎！阿迪姑爸爸你好，我是宝莉。你走到哪去的？阿爸，我发现了一个台风哦。风采？你没伫风采学了，那我都危险的吗？我知道台风很危险啊，不过宝莉长得那么可爱，怎么会危险呢？唔伫去讲嘛开，你安尼嘛奈乱走，唔伫让妈妈亲对，救去笑吗？我没有乱跑啊。韩讲嘛？我真的没有嘛。救现在？我是说真的。哈迪姑，嘛该你莫好好，做现在。哎，老人讲我去倒摆，哎妈呀妈的，我用的狗唔知狗的头。好，今日俺听头的狗都唔会，数传出来。不是你们，吓我一跳。传出来。讲他100哦，数存出来。我唔记得，唔好乱走。喊爱记得，不准 enjoy。妈爱记得，好好读书。出来咧，我袂当危险，牙撞去，你阿公婆面前跪吼，你唔错。阿弟姑，你还好吗？阿弟姑，阿弟姑，哑巴哑妹，蛮耐心，进来呢。哎呀，阿弟姑啊！哎呀，我有马街呀，阿弟姑啊！那声音会按人哦。各位好亲，大家躺下讲啊，你的好消息，还没坏消息，有4兆风采4个台风要一起来，大家一定会谢你啊！阿妹，哎呦，要来的时候就不来了，一来就来4个啦，哎，勇敢3张好拿。各位乡亲，不是紧张。上一摆实在唔会讲，
各位乡亲，大家爱注意哦，有一阵风才要来，那个台风要来哦。它的名字哈，叫名哈，安多，叫做安多乜个名啊？保利啊，保利，保利啊，保利。我保利龙嘞，就嘿，结果有一阵风才要来，就冇来。也讲有4阵风才要来，你会相信吗？乜啥相信？冇，你会相信，唔会来难看，鸦雀无声，冇。会来，听说会来，大家一定会相信啊！一定要相信我。大家唔是相信佢。实在无希望啊，这就无准哦。姑嫂，佢按得实在嘛，就系咪？呀，风采好，根本就唔会来不必来啦。他报的比较准啊，相信他比较好。他唔会来，哦，他刚可以来，真的，继续啦。就算冇来，还准批啊！安尼做唔得啊，哎呀，准批啦，唔可能我来啦，安尼是唔得啦，大家好，我来啦，哈，准批啦，大家听我讲。实在啊，做慢哦，实在，放起来啦。村长，也拜4阵风才强下来，是放太医有太啊！好啦，先放起来啦。逼到通巴岛，逼到太港的安全，我讲通巴岛也慢慢恶散啦，我叫你嘛。我叫你相信啊，好不好？实在，拜托，我拜托我，实在冇安尼啦。阿姊啊，你听我相信我，哎，拜托，拜托我嘛，实在拜托，你相信佢好吗？先放起来，逼到太港，放起来啦。拜托你大家相信佢好吗？他不会乱报。好啦，唔可能一条啊！实在为到大家做暗道嘅事情，就算风采冇来，人家条咪爱做好风采准备啊！实在放起来啦，冇安尼啦，实在。相信佢啊，哎呀，不要这样啊！大家躺挨讲啦，4阵风采强下来，人家咪万事都过啦。迄讲实在，讲你系真呢？我勇敢杀，勇敢杀咧！人家顺开一定请杨春，姑嫂，我甘愿相信实在。村长，我心啊，也系天公伯，本我压着嘅靠娘，喺家团结强下，家家老母党变咗神呢，就算太岁来，人压着，怎唔会强？喺家同起来。家同起来啊！同起来，同起来，同起来！大家同起来，大家同起来啊！睇准批啦！小伟，来，生意，好，慢慢来，好，慢慢来。村长，莫惊，我有打算，唔是惊，莫惊，看。嘅强啊，唔是惊，唔管路去向，唔管山去高，踏出眼的嘅脚步，嘿呦嘿呦嘿嘿呦，唔管路去向，唔管山去高，踏出眼的嘅脚步，嘿呦嘿呦嘿嘿呦。人生路上起落落，松呀跳不是小，是多就是多，莫名就是半树头。
气风气开，关气龙气高，拿出眼你给算中，嘿呦嘿呦嘿嘿呦，不管路气眼，不管山气高，风气眼你给算高，嘿呦嘿呦嘿嘿呦。嘿呦嘿呦嘿嘿呦，管路气眼，管山气高，从气眼你给山高，嘿呦嘿呦嘿嘿呦，我惊我惊，来有大神不是惊，我惊我惊，团结向下挺冲呀，我惊。大家，所有人都准备好吗？对。赶紧看，还有我看同新闻出道啊！先赶紧看啦，赶紧啊！哎，各位同志，快来快来，4个台风已经来了，大家一定要胜利啊！大家快哦！有无赢？在哪里？宝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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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呀？亲爱的小宝莉，你到底在哪里？宝莉，你在哪里呀？宝莉，宝莉，宝莉，你在哪里呀？宝莉，哎呀，不管了，纵使把童话岛推翻过来，也要帮宝莉找回来。太阳声音是讲阿迪姑，阿迪姑，有没有看到我的小孩？阿迪姑嘞？有没有看到我的小孩？阿迪姑，哇！有没有看到我的小孩？你们看，好大的风，好大的雨，台风真的来了！是我的宝爸、宝妈，还有宝哥、宝姐，他们4个一起来找我了啊！4个一起来啊！什么？4个？1、2、3、4。AC。哎，你不要乱讲啦！不会啦。阿丁姑，你快看，那个在水上飘来飘去的，是不是你爸爸啊？哦，不是，那个是木头啦。是啦，好像是你爸爸哎，你爸爸长得像木头啦。啊？爸爸？木头？难道这个真的会是我爸爸？不行，我要去救他！爸爸，阿迪姑，你要做什么？不可以下去，太危险了！宝莉，如果那是我爸爸怎么办？我要去救他！爸爸！阿迪姑，阿迪姑下去了，赶快去救他呀！阿迪姑，加油！住手！那怎么办？大家都掉下去了，这样不行，再掉下去他们会淹死的。我要去救他们！
把水吹退了 ，No problem。大水退，大水退，大水退啊，退。哎呀，这样大水根本就不会退嘛。啊！不如我们请台下的大朋友、小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喊大水退，好不好？那我们数到3，一起哦！1、2、3，大水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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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水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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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水到底退了没啊？大水退，退了吗？退了。大水退了。哦，这是我这辈子做过最辛苦的工作了。赶快找宝莉！小朋友，你们有没有看到宝莉在哪里呀？哪边？后面。宝莉！哎呀，宝莉！姐姐！宝莉啊！哎呀，有没有看到我的小宝莉啊？在哪里？我的小宝莉？没人告诉我，我就要发飙了！在哪里？哎呀，老婆在那边。妈妈！宝莉！宝莉，怎么才几天没见，手就变长了？爸爸，我是宝姐。哎呀，宝莉，宝莉没事吧？爸爸，我没事，只是手被绑起来而已啦。手被绑起来？我们是台风哎，谁敢把你的手绑起来？还让我生气了！我要把童话岛吹翻！哇！太可怕了！不行啊，爸爸，拜托你不要再吹了，是我叫我的朋友们把我的手绑起来的。你的朋友会把你的手绑起来吗？怎么可能嘛？不可能事情！我要发飙就对了！宝莉的朋友在哪里呀？在这里。宝莉的朋友，这个我知道。蓬迷处啊，好可爱啊！没关系啊，这个是一条蛇哎啊，爸爸知道。这个是条哎，哎呀，宝莉呀！爸爸告诉你，这些是动物，最多我们带回家当宠物，怎么会是朋友？不是这样子的，爸爸，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爸爸，我跟你说，我还有一个最好的朋友，他帮了我好多忙，他的名字就叫做阿弟哥。阿爸讲爸，好起来啊，无下来啊，阿弟哥。我嘅啊，我爸就台风台语嘅，你出去走马开呢？阿爸唔错啦，大概啊，好起来，大概啊。阿弟姑啊，对不起，都是我不好。阿爸对你骗养的，原谅爸爸好不好？原谅我。天公伯啊！大量上主要伊个生日的日，拜托无留佢大小好无？天公伯啊！天公伯，我拜托，你莫带佢走啊！天蒙蒙，地蒙蒙。我家有个好桥路，路边裙子娘三边，
水多见太高。阿弟哥，好了好了，先别哭了，姐姐。爸爸，我就有告诉你，天神有交代，我们不能4个台风一起出动。你看现在可好了吧？哎呀，老婆，你别一直骂我，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孩子好。妈妈，拜托你想想办法救救阿弟姑。好，宝莉乖，先别哭了，让妈妈来想想办法啊。爸爸，这一次要不是遇上阿迪古跟他的好朋友，我们家宝莉可能就在森林里面迷了路，变成了一滩水汽了。所以宝莉能够平安回来，就表示桐花岛是一块幸福的地方。那我想现在应该是我们报恩，并且回馈这个孩子的时候了。你的意思是？好吧，虽然我们这么做会触犯天条的，但是我相信天神会原谅我们的。哥哥姐姐，去帮妈妈卷起一阵风。没问题，看我们的对人成团，台风来喽！风好大！哇！刮大风了！阿弟姑，又来吗？手掌多多。阿妹，乖。阿爸。阿弟姑。阿爸，对不起，我从来都没有想过你的心情，还跟你吵架。爸，请你原谅我。阿爸，阿弟姑亲我。你要追你的呀，再跟肩膊你手呢。阿弟姑，阿弟姑，你阿太油啊，小一点。不给啊。阿弟姑，听听哦。对不起，都是我不好，因为我才害你。宝莉，这不是你的错，我反而还要谢谢你呢。因为你的出现，大家不会再笑我爸爸了。阿弟姑，爸，你在我的心目中是我们全桐花岛最厉害的气象播报员了。俺本来就黑，我本来就是啊。阿爸，阿弟姑，阿爸，再做，歹势吼，你要拜报的气象吼有准呐。对啦，报的有准呐。不好意思，歹勢啦。冇馬上趕啦，大家做得平安就好誒。平安就好，就好。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你看看你们4个一起跑来，把人家美丽的桐花岛吹得乱七八糟的。就是美，我的头发都被吹乱掉了哦。但跳跳那么，东西全部吹气样呢。啊，莫講遐假啦，神命必請下蔥腰啦，大家平安就好嘅啦。大家平安就好。好噶。
真玻璃来到同花道，对待拢来拢去 ，sorry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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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不好意思啊，不要再收了，回去。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们家的人都比较神经质，所以一只不见哈，就会4只一起会出来找他们，把你们家吹得那么乱，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你也回去休息。平常怎么教你们的？骂过嘞？刚刚骂过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笑啊！小啊！凤山欣赏啊，还沉重啊，生猛你看起来不小猪头，熟面的啊？我是猪头脸。不是啦，他是说哈你很猪头，不，他是说你很面熟啦。拍摄，不好意思啊。纯重啊！哎嘿哦，看那边啊，哦，名片啊。秘书特宝爸，哦，之前有来过啦，超感。哎嘿哦。凤才家族的副经理，负责人呐。哦，副经理。啊，系啦，纯忠啊，拍摄，老统把都吹得乱七八糟，不知道有没有方法可以补偿一下？莫相干啦 ，Mr. 宝爸，你也着好，非同花道带来动作嘅水啦，电多阵来，眼威。感情唔脏臭啦，下一次欢迎你们全家一起来通花岛玩呐！俺意思嘿一次来1个。糟糕，还有啊，玻璃，因为啊，俺要同庆功伯講唔講？係講唔俾同花島帶來動作嘅水河，俺會送本最珍貴嘅三副法竿。來。动枪啊！來，謝，玻璃，因為人嘅勇氣和愛心，送本3副法竿。謝。神風村長，神風太監，媽媽，你看，好漂亮。下雪了耶！阿弟姑啊，也唔係雪哦，也可以統髮。統髮？因為今年缺水，所以桐花都沒有開。怕係加下落雨啦，桐花爭都開咧。錯㗎，死在。天公伯㗎，桐花都嘅拜相嗬，16年來，神仙拜五，夢嘅就係廿年。感謝。阿弟姑，寶莉，來，這個音樂鐘，現在把它還給你。寶莉，第六殿呐。可是你才是它原本的主人呢。亞總嘅生，董後堂，但係我爸爸嘅生。已經都呀，所以這個音樂鐘就送給你，當做我們的見面禮吧。好，我一定會好好下記，我一定會好好珍惜它，就像珍惜我們之間的友情一樣。好啊。哦，各位好親，好消息，好消息！台水潭嘅水啊，要黏起來了，今年不會再缺水啦！謝謝你，寶莉。
一条走，随风变发飘，后顺做强强，长条树高高，钓的来做钓，拍鱼来了了。快跳注重天，梦梦注重年，年迈注重行，梦梦注重商。哇，爸爸妈妈哎！的宝爸，通发快，通发快，你哈是风来，哈种故事按神奇，哈种电路按墙壁，通发快，通发快，你哈是风来。客家发音最精彩，客家料理最澎湃。通发快，通发快，你哈是风来。天天谁知老山头，两边来你又哈种，又哈种，又哈种，又哈种啊，又哈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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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又哈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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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又哈种，又哈种。爸爸，客家粽老客家话真的好好玩哦。客家话真的很可爱吧？对啊，客家话、客家话，流传千年有文化，有童话，有童话，纯白美丽满枝啊，嫩嫩的麻糬，嫩嫩的糍粑，入口即化呀，好吃好吃。妹妹安酱油小姐你好漂亮，要不要做我的新娘？暗自说是谢谢你，也有人说什么你撞到你呀，你别生气。对不起，是顺利顺利。呵呵笑啊笑呵呵，我们一起冲山沟。有童话开满山下，开开传承好文化。一年四季茶飘飘，人人都爱客家粽。嘿，可爱的客家话讲讲给客家话，说的唱歌都好听，让人会爱上它。可爱的客家话讲讲给客家话，让人一听就爱上它，深深地爱上它。可爱的客家话讲讲给客家话，说的唱的都好听呀，让人会爱上它。可爱的客家话讲讲给客家话，让人一听就爱上它，深深地爱上它。
Thank you.